打斑反黑，因為做漏咗關鍵呢一步啊！好多人覺得呢一步唔重要啊，對於我哋嚟講呢，但呢一步呢，比揀邊一部機打斑更加重要。今次我分享一個真實個案啊！嗱，呢位客人佢之前喺小店用 Pico 打荷爾蒙斑，結果打到反黑，之後佢就去咗大型嘅連鎖店繼續處理啦。但係呢個客講嗰邊冇用皮膚分析機咧幫佢分析過，嗱，每次點樣打，用咩方法都冇人解釋過，結果咧就打極無效啦。到最後佢嚟到我哋嗰度嗱，我哋第一件事咧唔係即刻幫佢打斑啊，我哋會先用皮膚分析機幫佢照皮膚嘅底層，一照咧就發現到雖然佢皮膚表面咧係睇落冇乜泛紅嘅情況，但係底層咧已經有明顯嘅泛紅發炎啊！嗱，呢啲問題可能係之前打皮秒打得太勁而造成嘅，嗱，亦有可能咧本身已經存在啦。重點就係之前冇人幫佢照個皮膚底層啊，所以冇人知道呢啲問題。更加明顯就係佢反黑嗰個位置嘅底層咧，佢嗰個炎症程度咧係比其他位置嚴重嘅。呢啲炎症咧就係隱形反黑地雷嚟嘅。我哋人冇透視眼，表面睇落冇乜異樣，唔代表底層冇問題喎。所以打斑前唔照底層嘅話咧，一用高能量打落呢啲隱形地雷嘅話咧，發現會更加之嚴重啊！結果咧就更加容易反黑啦。我哋估計佢之前喺小店打到反黑咧，就係呢個原因。我哋幫佢睇清楚底層嘅皮膚之後咧，我哋決定用第9代 MI2，用我哋最近研發嘅無痛打法，先幫佢撲火減低炎症，再針對性處理反黑色素。結果打一次反黑嘅色素咧，同底層嘅炎症咧已經有明顯改善啦。照皮膚分析機呢步就係我講嘅關鍵一步。我哋打斑之前都會用專業嘅皮膚分析機幫客人詳細皮膚分析，而現時我哋已經有3部嘅皮膚分析機㗎啦。嗱，想知道自己係咩斑，應該點處理？歡迎預約我哋做一個免費嘅皮膚諮詢。